標咧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都算係平排躍出啊，班霸實力啊慢咗少少啊，二檔嗰匹啊。好啦，前面快嘛，安請擺咗喺前面走喎，咁啊見到外邊咧愛提村啦，最出仲有隻南家名城啊，咁啊大約第4位啦，咁啊內欄位置啊歌利巨人啊，中間白鼻箍，咁啊淺黃衫咧仲有遠飛標槍啦，外邊淺藍衫白帽係同工之妙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分別有名城潮流啦，大約內欄尾4係智取神區啊，咁啊再見到中間咧仲有啲就係班霸實力啊，後邊嘅一對啦，分別有埋邊有目共賞啊，外邊咧就係嗰隻嘉應傳承嚟㗎。好啦，啱入正最後直路，前面透出嘅嘛，仲係呢隻咧名城潮流啊，但係南家名城開始上嚟啊，偷入邊上有歌利巨人啊，中檔冚嘅嘛就係同工之妙，外邊嘅馬匹仲有遠飛標槍，大外檔仲有班霸實力，最後200米透出係同工之妙，遠飛標槍開始上嚟追佢，出邊仲有班霸實力，最後100米都呢同工之妙依然係佔先，贏出今屆浪琴香港瓶啊，跑第2名。遠飛標槍，第3名就比較近啦，埋邊有歌利巨人，出邊係班霸實力啊！